宣调，阮得到帮全是靠妖花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无论伫什么所在，有两三人伫我的名聚会，我也伫因的中间。但这点才咱别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伙三甲来祈祷。耶稣，耶稣，请你来听我心声。你有相思伴你风声，我真听你，我真听你。耶稣，耶稣。请你来听我心声，你有相思我的风声，我真听你。耶稣，耶稣，最爱天父上帝，我心的感谢你。今仔日，阮透过这个网络，要来到主你的心宝座前，阮会做伙来敬拜无道理。但是我要谦卑承认，阮最后的本性常常犯了错误，也只有你才知影阮的这个过犯，常常离开主你的真道，也浪费着你的恩赐。为记你的慈爱，为去出来黎明阮，先将阮一切在罪恶，阮会通行伫主你的光明的道路顶面。但今仔日阮要一摆透过网络的礼拜，为去主的黎明，阮会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我的主，来服侍你。有主的名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兄弟，会通真做上帝赐福的一个管道。啊，恳求主你继续保护阮，伫这个肺炎病毒也未结束以前，通互阮受到病毒的这个侵犯。我们全心来挖过主你的保护，继续最好个人的这个防疫责任。出门戴口罩，温魂洗手，保持社交的距离。但今仔日我要搁一摆，听你来听你的话，恳求主你大声来结绝多国的罪，相信来感受阮的心思意念。阮有一个无分的支持，甲阮同心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免。我真听你。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2章17节。兄弟啊，阮暂时甲恁离别，身躯离别，心无离别，就温存拉扯，真爱见着恁的面。第二位圣言在记载伫提摩太前书4章8节，着家己练习到伫敬虔，因为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小可，但是敬虔就凡事有利益，因为有现时甲将来活命的应允。第三位的圣言在记载伫以弗所书4章13节。最后，咱拢通对上帝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愿，才做一个完全的人，互基督充满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的完全境界。最后一位的圣言在记载伫雅各书1章27节，看过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
无互世俗目着。伫天父上帝的眼中，这才是清气无垃圾的敬虔。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个预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们。无路，哈利路亚，和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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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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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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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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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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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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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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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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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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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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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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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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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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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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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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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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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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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哦，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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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散那。
亲爱的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伫去年的3月份，台湾公共电视台有播出了一出这个电视剧，这个剧的名叫做《咱甲歹》，这个故事吼。那么这出剧呢，就咧描写着一个凶手，伊伫这个电影院内面，这个随机的杀死人，所引起这个风波及这个伤害。那么善甲恶是这个世界要互咱来让着别人的一支枪。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歹人，无互咱任何这个答案。那当这个凶手受处死刑了，有缘会出现伫后面，搁一个罪犯的人搁爬起来。所以咱甲歹的这个故事呢，可能只有一线之隔。总是咱甲肺炎病毒的这个故事，有时阵连这个一线之隔嘛无呢。就是讲，咱伫这个超级市场塞一个塞车吼，伫底物件这个车，啊是讲伫内面虽然咧竞选的这个蔬菜果子，以及你开车去加油站买加油，这个摕这个加油钱，以及你咧行路，甲你闪身过迄个人，拢总有可能，互你成做后一个中标的人。所以伫这个封城、防止这个流动的这个策略下面，新冠肺炎病毒，互人甲人中间，就要保持约1公尺这个社交的距离。所以真侪人就居家隔离，无多去上班，也袂通过去教会做礼拜。所以无论是夫妇、儿女、同事、教会、社会，拢总是咧经历着一场这个距离的这个考验。保罗先生讲兄弟啊，阮暂时甲恁离别，是面貌的离别，心内却无离别。阮真极力想要想办法，真愿意搁见着恁的面。所以早日来开放，通自由自在，大家互相来拜访。这也是咱所期待的代志嘛。但随望这个疫情带来这个隔离甲孤立，总是并无造成人甲人中间的这个疏远。有一个教会，因无这个网络转播的这个灯光同网站，嘛无这个录影这个设备，所以正教会就用这个资源共同分享的方式。有几个牧者同工，伊伫线顶来分工，每礼拜拢是伫线顶伫做这个联合的礼拜。伫这段期间，这个牧者因不但学习到，就用无共款的形式来传播这个真理，来牧养正羊群，也帮助着兄弟姊妹因会当继续甲上帝保持这个连结，互咱家己甲上帝这个距离。无受到疫情的影响，甚至伫这个观念真保守的长辈，伊嘛真乐意要来接受这个新科技的挑战呢。有一寡这个年轻的一辈这的兄弟，因是真做这个长辈，因的网络的这个老师，所以老人甲少年人就彼此相接纳，因中间的代沟就减少去。这个就是咱料想袂到的这个祝福。那么，伫国教会上网礼拜人数，比这个参与伫这聚会人佫较侪。透过网络，不但通做伙来敬拜上帝，彼此来带祷，也佫会当分享，佫咱来做伙来开讲。我哋教会吼，伫今年的这个马上这个时。阮透过这个网络做这个联谊，也伫这个网络顶面教兄弟姊妹要如何来把这个台湾客家风味的这个肉粽，大家真喜乐。所以当然，咱也通有先期待着
有的教会呢，伊就无多来实体的这个聚会，信徒就主动来停止这个聚会，甚至流失了。总是对于迄个真积极去主动的教会来讲，疫情所带的这个鼓励，不但无造成这个疏远，反倒佫提醒咱大家着爱彼此的相听，彼此的关怀。当过去习惯的这个聚会形式、教会生活以及人际互动，拢一直伫受改变的时阵，咱着要定心来思考，咱家己甲上帝的距离到底有偌远？咱甲上帝的距离有偌远呢？这是最基本的。当你将上帝当作上帝伫看待的时阵，这个态度就是叫做敬虔。敬虔就是咱甲上帝这个距离偌远。他今日的这个圣经节，保罗先生讲，伫敬虔顶面操练家己，操练身躯利益要少，操练身躯是有利益的，只不过是还佫真少。独独敬虔，凡事拢有利益，因为有今生有来生的这个应允。有真侪人惊做真侪项代志，现在上惊是啥物代志呢？就是肺炎病毒的这个感染。总是我要甲恁讲，只要咱敬畏主，就毋免惊别项代志。保罗为什么讲主是通惊的呢？因为主伊会要求咱为了家己这一生，就要做出一个交代。如果惊吓家己对上帝无法度交代时，好歹袂过时，这是一种健康的惊吓。这种的态度会互人想要惊好正，毋敢乌白来。伫这个新约圣经中，主要所将上帝的诫命有甲伊归纳做2条。第一条诫命就是讲，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条诫命就是讲，听人亲像家己。一个中国是一个牧师，伊讲吼，讲尽心听上帝，就是对上帝敬虔；听人亲像家己，就是对人的这个怜悯。伊认为这是基督教信仰中上重要的，就是拜上帝爱敬虔，对待人爱怜悯。如果你对人拢无有这个怜悯的心，你就袂当讲你是对上帝有敬虔咯。那么这个敬虔有3个意思，我才真要紧吼，咱做来学习。头一个就是讲叫做表面上的这个敬虔。咱所咧穿的这个衫裤，有时阵也通代表咱对上帝的态度。过去咱要袂这个居家隔离的时，伫这个主日的清早，咱拢会穿水水的衫裤去教会。咧开车伫路顶咧等这个红车顶的时，咱看到隔壁坐的车，这个司机是穿西装、干内裤带，隔壁个一个女士佫穿啊真水。咱就知影，因就是要去教会。咱到教会时看到牧师穿着大礼服，咱就知影牧师伫要主持这个圣礼典。迄个时阵，咱就袂阁人三讲话，乌白开玩笑，大家拢安静落来。这是第一个意思的这个敬虔，这是最表面的敬虔，总是衫裤只有是外表上的敬虔尔定。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这个实意、实在意思吼。那么到底何做？什么叫做敬虔的实意呢？就主要所讲过2点：拜上帝就爱敬虔，对人就爱怜悯。伫对人的中间上重要的，这个敬虔这个字，是咧指着这个孝敬父母的。第旧约10条诫中间，摩西摕了2块这个法板，迄边的法板5条写着要怎样来对待人，伫这边的5条法板写着讲要怎样来对待上帝。伫这个第5条的孝敬父母，却是放伫对待上帝这边呢。
那么对上帝呢，咱来看这个回教徒，因伫敬拜时，因的态度是非常的这个虔诚，伊就将头壳顶这个包头巾来拍开，铺伫这个地面上，然后是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啦吼，用着这个麦加这个方式来敬拜。那么咱来看这个基督徒，因是怎样来敬拜？一般牧师是徛伫讲道的，会众确实坐咧敬拜。那么我请问你，拄一个态度是比较的较敬虔的，是坐咧，还是五体投地，拄一个较敬虔的？所以台湾有一句俗语话讲吼，讲假神真拜，真神假拜。咱讲因所拜的神是假的，总是呢，因伫拜的态度确实真的呢，因拜甲真敬虔。咱所拜的上帝是真神，总是呢，咱对上帝的态度却无遐尔敬虔啊。伫教会中有6种无共款的这个敬虔观。第一种，这个敬虔就是安静伫上帝面前，伫遐默想，安静听候主，伫遐咧点点啊来祈祷。第二种的敬虔就是互上帝不断将你来改造，互你哪来哪有上帝这个性情，哪来愈像上帝。第三种的敬虔就是表现伫咱参加敬拜，甲众人做伙来吟诗、唱歌，做伙祈祷，做伙敬拜甲和乐。第四种的敬虔就是行往人际关系，也就是你的敬虔就爱表现伫对人有疼心。这是比较的较注意到这个基督徒对社会这个责任。雅各书比较来较强调伫这个行为的，所以雅各书解释讲敬虔也是行为，甲行为有关的。请来看这个雅各书第1章27节，伫上帝咱的爸面前，迄个清气无有的这个虔诚，就是看顾伫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家己无目着世俗，所以敬虔是关怀甲照顾有需要的人。第二种，这个敬虔观是福音派的人所强调的。伊讲一个敬虔的人，应该是真一心的传福音，这是通称作是敬虔的人。第6种，这个敬虔观吼，也是上最后的一种吼，也是上解困难的，毋是爱咱要去做啥物，乃是毋管你做啥物，拢着爱互人看出来，你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所以恁或是食，或是啉，无论做啥物，拢着爱为着荣耀上帝来行的。所以敬虔是通操作的、操练的。伫这个居家隔离这段时间内，有充足的时间，互咱去操练这个亲近上帝。这是做基督徒每一日拢着爱做的代志。那么操练的目的是啥物？是爱咱有这个有基督成长的这个心量，是听候甲咱众人伫真道顶面归第一，人捌上帝惊儿，得到中大成人，满满有基督成长这个心量，这是咱操练的目的。咱毋茫为通成长，哪来哪亲像基督？所以，什么叫做敬虔呢？就是讲，我去遇到一个代志，我会问家己讲，如果主要说今仔日伫这个所在，伊要安尼做，伊会安怎做，我就按照伊的方法去做，这个就是敬虔。所以讲，即阵个科技非常发达，咱甲互咱四周围伫真短的时间内，就通得到全世界这信息。咱通随时随地是要见面的人来做出这个视讯，还是讲甲伊通电话，已经缩短这个世间的这个距离。毋过咱却互咱渐渐去无重视这个付出时间，实体去经营，去陪伴这个心态啊，当然无啊。所以坦白讲吼，
我要感谢这个肺炎病毒，互咱经历到除了上帝以外，咱无别条路通活靠的。因为上帝话所带来这个安慰甲快乐，通测量出咱甲上帝这个距离有偌济。所以这条咱才知影讲，咱甲上帝距离竟然有遮尔远，伊人讲遮尔远。那么，伫咱甲歹即个距离中间，即个极中间，有一句话是讲，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歹人呢？伫即个精神团契总干事黄明鼎牧师，伊要接触个真侪人，伫世间人眼中看做是歹人的即个精神人、受刑人以及同刑犯。牧师伊讲吼。咱甲歹即个距离，其实就是你自行善由伫我，行出来却由不伫我。所以，若是顺坦俗体来行的，所带出来就是恶，就是歹嘛。若是体贴圣情来行的，就是生命甲平安。然后就是你讲，每一个人每一日心中拢有即个善甲恶的即个情节，所以即个善甲恶。就是一种的选择，也拄是因为人无都挖过家己的意志去行善的，所以呢，必须要挖过圣情的帮助，互咱家己远离这个歹所行。咱知影这个饶赦，这个赦免，特别是对遐个被伤害过的人来讲，饶赦、赦免，将来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总是咱着爱借着咱甲歹这距离这部戏，互咱每一个人拢着爱省察咱家己的，就是伫别人的眼光中，伫别人的目睭中，咱是好人呢，还是歹人呢？虽讲咱无犯着这个拄顶的这个罪恶，总是咱是毋是因为心中的歹念头，咱去伤害过，还是去得罪你身躯边的人呢？所以咱必须要先甲家己好好，爱勇敢去面对、去处理甲别人中间这个破口。所以伫这段这个病毒疫情的期间，充满着真侪这资讯，互人心中充满着惊吓、不安甲忧闷。咱要对上帝眼光来看，毋通互这个疫情还是苦难去摇震动。咱对上帝这个信心，咱反正咱就爱珍惜每一摆亲近上帝的机会，每一日拢要爱问家己讲：我甲上帝就距离有偌远呢？当世界末日哪来那逼近咯？咱爱谨慎祈祷，求上帝来保守咱，无互咱遇着这个试探。叫咱脱离迄个凶恶，咱要改变咱旧的生活的模式甲习惯，将家己的生命甲生活全然抛开伫上帝的面前，并且立定心志，过着敬虔的生活，一点一滴，慢慢来扭紧甲咱上帝中间的这个距离。阿免。甲即条我来唱回应诗歌吼。伊要互伊食，那么这首诗歌是我真意爱一首诗歌。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吼，伫南加州立牧会，这个李义群牧师娘啦吼，牧师甲牧师娘，伊拢伫这个南加州立牧会，这李义群牧师娘所写的这首诗歌真好，真爱吼，会当叫做咱今仔日回应诗歌吼。伊要互伊食。厝体若毋是耶和华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磨。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见证。
主体男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男是耶和华保守，就保守的人空空敬守。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神，创造奇妙的上帝。伊将我以做王对大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主体男不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不是耶和华保守，就保守的人空空敬守。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神，创造奇妙的上帝。伊将权以做王对大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神，创造奇妙的上帝。伊将权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神，创造奇妙的上帝。伊将我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听咱这条同心三角的祈祷。主阿爸爸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是我对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提摩太前书、以弗所书以及雅各书等等的这个教示，互阮来思想，就是阮甲上帝这个距离有偌尼远呢？但是今阮所面临这个新冠肺炎病毒。互阮经历到，除了上帝以外，阮已经无其他的通挖苦咯。上帝话所带来这个安慰甲惠难，就通测量出阮甲上帝有偌尼正做这个距离。但一点阮才知影，我甲上帝的距离竟然有这么远呢！哦，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多谢你。阮每一个人有一个温暖的这个厝，阮伫困难的时阵有一个实体的这个避难所，也感谢你，互阮每一个兄弟有一个属灵的厝，就是阮的教会。恳求主你会通，互阮厝内的人甲阮同在，伫这大水来临的时，互阮伫你的内面找到平静甲安息。在你做王掌权，主你有讲，既然用感谢献上做祭，就是荣耀你。迄个按照正路来行的，你要互伊得到救恩。愿我甲阮的厝内的人，伫你的面前来蒙恩惠，来得到帮助，帮助阮有搁较多听的这个连结。互阮彼此的心无受到这个疫情的阻碍，阮会当三角安安来相连调咧。愿荣耀归伫天父上帝，会当照着运行伫阮心内大权能，将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伫阮所求所想的，但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祈。阿免。但这条老师要甲恁祝祷吼。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甲怜悯，最后所基督的恩惠，圣神背书的感动甲交通，甲一个兄弟姊妹同在，直到见着主的面迄日，奉父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这网络礼拜，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路。愿天父上帝甲恁三个弟弟平安，再会。